唔知大家覺得惡魔存唔存在呢？如果你問一個有宗教信仰嘅人，佢哋一定會話惡魔一定係存在嘅。80幾年前，有一個叫做拿破崙希爾嘅人，佢聲稱佢可以同惡魔傾偈，由惡魔嗰度得知呢個世界嘅真相。佢話原來呢一個世界竟然有98% 嘅人係而家俾惡魔控制緊。最終惡魔仲要同佢講，地球其實係一個地獄，而且呢啲全部竟然都係由神所允許嘅。究竟點解會咁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你嘅電台主持人 Yanky Mac。今日我哋就會一齊同你講下惡魔呢一個問題。講到頭先，惡魔話地球就係地獄，佢唔單止淨係講呢啲嘢，佢仲透露咗3條預言。最恐怖嘅就係其中2條預言已經係成真咗。原來拿破崙希爾將同惡魔對話呢一啲內容寫咗落去一本書度，但係因為呢一本書嘅內容實在太恐怖，寫完之後呢，竟然被封印咗70幾年，直到2011年，窮爸爸富爸爸嘅另一位作者，佢先至喺希爾基金會入邊攞翻呢一本封咗塵嘅原稿。基金會認為書入邊呢隱藏住一啲重要嘅資訊，一定要盡快同全世界分享，所以就有請呢一位作者沙朗幫手整理書入邊嘅內容。根據沙朗嘅講法，希爾呢，佢嘅原稿係用咗紅色封面嘅釘裝，封面仲要凸顯住戰勝心魔呢幾個金色大字。喺書入邊，希爾話：我確信我真係同惡魔曾經有對話。佢亦都有講，可能有人會認為佢係自己嘅幻想，但係呢一啲並唔重要。最緊要嘅就係書入邊所傳遞嘅信息可以俾世人知道，因為惡魔對話入邊講嘅嘢同希爾生活上面嘅觀察完全一致。究竟點解惡魔會同希爾聯絡到呢？佢係咪真係存在呢？佢對人類嘅預言又係啲乜嘢呢？今日我哋一齊嚟探討同惡魔對話呢一個故事。講起拿破崙希爾，佢係成功學界入邊非常出名嘅人物。喺1937年，佢出版咗《思考致富》呢一本書。根據佢基金會嘅講法，呢一本書全球嘅銷量已經超過1億。喺《思考致富》入邊，希爾強調思想決定命運，只要你夠信，你就可以變成有錢人。呢一個概念有啲似我哋成日講嘅吸引力法則，佢亦都算係早期吸引力法則嘅先驅。當其時，呢一本書一出嚟，立即就造成全球轟動，仲被譽為成功學嘅聖經，幫助咗無數咁多嘅人揾到佢哋嘅財富。但係其實好少人知道，希爾喺寫呢一本書嘅時候，佢曾經一度有諗過放棄出版，直到某一股神秘嘅力量出現嘅時候，推動佢完成咗呢一部巨作。之後佢先發現，原來呢一股力量竟然就係神。與此同時，佢知道神嘅存在，但係佢亦都感覺到另一股黑暗勢力不斷企圖咁樣阻止佢完成呢一本書。而呢一段咁恐怖嘅經歷，全部都記錄咗喺佢另外一部作品《與魔鬼對話》入邊。呢件事要由1908年講起。當年嘅希爾
佢係啱啱入去報社嗰度做記者。佢呢啱啱就係被安排去採訪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喺採訪過程入邊，希爾透露佢希望將來可以透過更多好似卡內基咁成功嘅人士，然後將佢哋嘅成功故事寫成文章，賺一啲稿費嚟讀書。聽完之後，卡內基隨即就表示，其實佢係好願意幫希爾引薦更多成功嘅人士俾佢，因為咁樣可以幫助一般人了解乜嘢係成功之道。有咗卡內基嘅幫助，希爾陸續採訪咗愛迪生、前美國總統西奧多萊斯福、史上第一位億萬富翁約翰迪洛克菲勒，同埋福特汽車嘅創辦人。除咗同成功人士接觸之外，希爾仲採訪咗大概25,000名社會被認為失敗嘅人士。超過呢20幾年嘅採訪，希爾最終歸納出成功嘅17條法則，同埋失敗嘅30種主要原因。原本佢計劃將呢啲咁樣嘅資訊出版，但係後來又因為佢開始鬼迷心竅，憑住佢採訪到嘅成功法則，佢從事咗好多種職業。佢曾經成立咗一間學校教人哋推銷，喺創校6個月之內就賺咗超過3萬蚊美金，喺1920年代已經係相當唔錯噶啦。但係之後希爾又開始咗迷失自我，佢唔單止失業，仲一度面臨破產。直到有一日，佢為咗重新整理佢嘅思緒，佢跑到去一個好空曠嘅地方，但係突然佢聽到一個聲音同佢講，由而家開始幾年之內，呢一個世界將會發生一件好大嘅事，你嘅書會幫助到成千上萬嘅人渡過呢一個難關。今次希爾係第一次聽到有關未來嘅消息，當其時嘅佢完全唔明。直到1929年經濟大蕭條爆發，希爾先發覺原來嗰句說話就係預言。值得留意嘅係，喺寫書期間，嗰個聲音從來都冇再出現過，取而代之嘅就係希爾嘅理智一直係咁同佢講，你呢個人就嚟要破產，仲喺度寫埋一啲教人成功嘅書，你唔覺得好諷刺嘅咩？邊個會買你嘅書啊？呢一個疑問喺佢腦入邊不停係咁出現，直到3個月之後，本書寫完，希爾將本書收埋喺個櫃入邊，因為佢自己都覺得如果而家出書嘅話，一定會俾人笑死，所以當其時佢冇將呢一本書出版。但係咁啱喺嗰陣時，突然之間又有一個機會出現喺希爾身邊，希爾佢把握到呢一個機遇，賺咗一筆唔少嘅財富。正當一切好似越嚟越好嘅時候，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爆發，係2戰前最嚴重嘅經濟衰退。嗰一刻，希爾簡直唔敢相信，因為好多年前喺曠野嘅時候，就係有一個聲音曾經警告過佢。嗰個聲音話，喺某一年之內，世界會發生大事，你要盡快寫好呢一本書出版，因為你呢本書可以幫助到成千上萬嘅人渡過難關。然而希爾最終係冇聽嗰個聲音，反而佢就俾嗰次嘅機會誘惑咗，然後佢又走咗去揾錢，結果市場一片哀號。佢亦都因為銀行倒閉，佢失去晒所有嘅存款，同埋連佢之前買嗰一塊土地都冇埋。雖然今次唔係佢第一次受到挫折，但係佢感覺比以前更加絕望，
因為市場徹底咁樣敗壞咗，令到佢覺得呢一世唔會再有機會，所以佢就由得自己意志低落。奇怪嘅係，有一日希爾嘅思緒突然間變得好清晰，佢開始回顧自己過去嘅種種遭遇，發現好似每一次人生有好轉跡象之後，又或者要步入正軌嘅時候，就硬係會有一股黑暗勢力出現，拉翻佢去後面，剝奪咗佢嘅勇氣同埋熱情。正正係佢意識到呢一股黑暗力量，佢突然發現咗惡魔嘅存在，於是佢就好堅定咁樣開口話：惡魔先生，我已經發現咗你啦，而家我要問你一啲問題，你一定要老老實實咁樣答我。希爾繼續問：惡魔先生，你準備好接受我嘅提問未？雖然喺我哋嘅角度睇，呢一個睇落去好似係一啲好古怪嘅行為，但係冇幾耐，真係有一把好狡猾嘅聲音出現咗。佢話：準備好啦，不過你一定要叫我陛下。當其時，希爾一聽到即刻就好嬲，佢勁嬲咁樣問：你憑咩覺得我要對你好似皇帝咁尊重呢？惡魔就話：因為我已經控制咗98% 嘅人，呢樣嘢唔足夠當我係皇帝咩？你想要證據？我有喎，而且我多到數唔晒。你叫唔叫啊？你叫我陛下，我先會繼續同你傾偈。為咗要繼續同呢一個惡魔交流，希爾唯有好唔情願咁講：陛下，請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紹，話俾我聽你係點樣，住喺邊度。惡魔聽到就好開心，然後佢就同佢講：親愛嘅凡人，我係冇肉體噶，我係由消極嘅能量組成，專門棲息喺嗰啲好驚我嘅人嘅腦入邊。不過我唔係淨係存在喺你哋嘅腦海入邊，喺自然界入邊有一半都係俾我佔據。於是希爾就好唔明，問佢：點解你係得一半呢？咁另一半呢？惡魔就話：另一半就係我嘅對手神。喺《與神對話》呢一本書入邊，當其時神係咁樣話俾作者知：喺宇宙誕生之前，其實一個乜都冇嘅世界入邊，喺嗰個狀態入邊，神即係太極又係太虛，所以一切都係統一存在，令到神無法感覺到真正嘅世界。舉個例，假如你而家生喺一個黑掹掹嘅環境入邊，咁你唔會知道黑同埋白嘅分別係啲乜嘢。如果你而家喺一個四季如春溫暖嘅世界入邊，咁你亦都唔知道乜嘢係冷暖。所以只有對立面同時存在嘅時候，你先至能夠感受到世間嘅一切。所以神喺與神對話入邊講，惡魔就係我創造出嚟，因為只有發現惡，人先至知道乜嘢係善。當希爾聽到惡魔話呢個世界真係有上帝，佢好迷惑。佢問惡魔：咁既然上帝存在，點解佢又可以容忍你喺度呢？點解佢唔用佢嘅能量去消滅咗你，等你唔好危害人間呢？咁等我哋唔使再去俾一啲苦難我哋呢？惡魔就話：其實我絕對唔會否認你講嘅嘢嘅，不過事實上我又真係做得幾好嘅，淨係輸咗俾2% 嘅對手。我嘅2% 嘅對手都冇消滅我，係因為佢哋冇能力消滅我。講得白啲啊，如果冇咗我，呢個世界晨早灰飛煙滅啦。你可唔可以想象呢一個世界淨係得白天冇黑夜啊？再講，
如果冇咗物質同埋反物質嗰種平衡，宇宙當初誕生嘅時候就會係一片虛無，咁樣呢一個世界就會永遠停喺僵局入邊，冇生長、冇創造、冇進步。希爾好不解，佢問：咁即係話你意思係如果冇咗你，呢個世界就會消失？惡魔就好開心咁樣答佢：梗係啦，如果冇咗我同我嘅對手啊，分別就係代表咗全個宇宙嘅系統正面同埋負面嘅能量互相制衡，所以我冇能力取代神，而神亦都唔可以冇咗我。聽到呢度，希爾真係覺得好疑惑，佢就問：咁其實你折磨人類有咩好處呢？惡魔就話：我當然係有好處啦。當一個人佢仲係喺度生存緊嘅時候，我哋會想辦法佔據佢嘅大腦思維。一旦呢一個人俾我哋徹底佔據嘅時候，佢就會充滿負能量，而我哋就係靠食呢啲負能量為生噶。希爾繼續問佢：咁你可唔可以詳細咁樣介紹下你同神之間有咩分別呢？惡魔就話：咁好簡單啫，神就係掌控住積極能量，好似係愛心啊、信心、希望同埋樂觀呢一啲，而我就係相反，我呢就係由消極負能量組成嘅。喺自然界入邊，每一個原子都包含住我嘅存在噶，當然人類都唔例外啦。我就住喺你哋嘅思想入邊，我就係要透過控制你哋而得到飽肚。惡魔繼續講：其實你知唔知啊？喺百幾萬年前啊，當第一個人有思考能力嘅時候，我就已經開始控制人類噶啦。之後俾神發現咗呢一件事，於是就將積極嘅思維力量注入去人類嘅大腦入邊。其實人類喺自然界入邊係唯一有思維力量嘅生命體，即係話只要佢一有意識，佢就可以做選擇。聽到呢一度，希爾立即再問惡魔：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其實你係點樣操控人類嘅呢？惡魔呢個時候滿臉風騷，佢就同希爾講：唉，太簡單啦，實在。我呢，淨係識得偷偷地入去人哋個大腦，然後佔據佢哋唔用嘅空間，跟住呢，喺嗰度落下一啲消極諗法嘅種子，咁就得噶啦。嗰啲種子呢，自己就會自然擴散，最後呢，就好似生草咁生到佢成腦都係。跟住希爾好緊張，惡魔見到佢更加覺得好開心。佢繼續話俾希爾聽，佢話：其實我呢，控制人類呢，好叻嘅，真係，而且呢，我有一個必勝嘅手段，就係利用佢哋嘅恐懼。嗱，恐懼呢，有分好多種，不過呢，暫時嚟講，我覺得最強係邊6種呢？就係怕窮、怕俾人批評、怕病、怕失去愛、怕老咗同埋怕死。希爾好緊張，然後立即追問：咁喺呢6種嘅恐懼入邊，你通常會用邊一種呢？惡魔呢個時候已經太開心啦，佢將所有嘢150話晒俾希爾聽。佢就同佢講：梗係怕窮同埋怕死啦。我呢係會專登阻止啲人去累積財富，令到佢哋呢對貧窮產生好勁嘅恐懼。一旦佢入咗恐懼呢，佢連佢自己嘅思考能力都會冇咗噶，最終呢就係俾我操控晒噶啦。但係你唔好以為我淨係控制啲窮人喎，其實啊，有錢人一樣都俾我控制噶。你知唔知啊？其實好多有錢人同普通人都係一樣噶咋。佢哋呢實現咗財富自由之後呢，佢哋就會有其他嘅慾望，
例如對美食嘅慾望啦。佢哋有咗錢之後就會暴飲暴食，最後連健康都冇埋。佢一健康出現咗問題，佢哋呢就唔識得清晰咁思考噶啦。於是乎，我就會利用呢一啲嘅恐懼去控制佢哋。希爾聽到呢度再問，我而家終於都明白，如果嗰啲人驚貧窮嘅話，你係會點樣控制佢哋？咁但係點解佢哋驚死都係你最有力嘅武器之一呢？於是乎，惡魔就答佢：你知唔知啊？啲人真係好驚死噶，因為佢哋唔知道死咗之後會去邊，會發生咩事。舉個例啊，喺古時代，有啲人為咗怕要俾人抄家，佢可能呢會做盡壞事，又或者佢會甘願臣服於一啲暴君。所以我日常嘅工作就係要搞你哋嘅人類。我而家好努力咁喺度策劃緊另一場嘅大茶飯啊，另一場嘅世界大戰將會發生噶啦。我而家喺華盛頓嘅朋友都喺度幫緊我，連美國呢都會拖入今次嘅戰爭入邊。如果我可以令到全世界陷入一股大型廝殺，人類一定會產生好大嘅恐慌，諗起都開心。仲有啊，我就係利用咗呢啲嘅大恐慌，已經發動咗第一次嘅世界大戰，又利用咗呢一股嘅力量，製造咗1929年嘅經濟大蕭條。講到呢一度，惡魔已經清楚話俾希爾聽，其實佢對呢一個世界嘅影響力。佢而家仲要話策劃緊一場世界大戰，呢個就係佢俾人類嘅第二則預言。希爾嘅呢本書喺1938年寫，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係喺1939年爆發。講到呢度，希爾忍唔住再問，其實你成日都話利用大家嘅恐懼，咁究竟你係點樣利用我哋嘅恐懼阻止我哋嘅思考呢？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識得獨立思考噶嘛，咁點解我哋獨立思考都要俾你控制呢？惡魔就話：醒喎，係啊，你講得啱喎，我就係控制唔到嗰啲有獨立思考嘅人。凡係會獨立思考嘅人，我都唔能夠完全控制佢哋嘅大腦。希爾即刻再問：咁你控制人類最大嘅武器係啲乜嘢呢？惡魔終於都答佢。惡魔就話：唉，我話俾你聽啦，其實我控制人最大嘅武器就係要令到佢哋隨波逐流。只要一個人一旦開始隨波逐流，佢呢就會好似喺地獄生活一樣。隨波逐流嘅人平時係唔會自己花心思，又唔中意思考，逆來順受，所有嘢呢都係跟風附和，完全唔知道自己嘅人生目標，成日都猶豫不決，最終呢精神極度懶惰。就係因為咁，我先至可以好輕鬆咁樣控制佢哋嘅思想。希爾聽到呢度好緊張。佢繼續問：咁你到底係點樣入侵同埋控制人嘅大腦嘅呢？惡魔就話：我呢最常用嘅就係利用環境。啱啱出世嘅 BB 就好似係一張白紙一樣，佢哋嘅家庭環境對佢嚟講影響最大。通常喺呢段時間，我已經開始介入噶啦。因為佢哋嘅爸爸媽媽同埋佢哋啲爺爺嫲嫲、公公婆婆一早已經係我嘅人啦。跟住惡魔繼續講，到佢哋開始長大，求學階段就係另外一個最重要嘅環境啦。舉個例啊，而家嘅學校教育淨係識得叫啲學生死背一啲知識，完全冇教佢哋點樣運用呢一啲知識出嚟。舉個例，學校會教你點樣用計數機，
例如連續拋2次硬幣之後出現嘅概率係幾多，但係佢從來都冇講過呢啲概念其實係可以幫你喺投資、賭博或者人生選擇上面可以做一啲更理性嘅選擇或者決定。仲有啊，其實宗教都係我哋好大嘅助力嚟噶，你知唔知啊？一啲宗教由細到大就會宣揚你做壞事之後你死咗會落地獄有幾恐怖啦，所以由細到大啲小朋友就會對我哋好驚，然後佢哋再加大力度宣揚死後之後嘅地獄係幾恐怖。但係事實就係，我創造嘅地球本身就係一個地獄，而唔係人死後嘅世界。不過其實除咗令你哋驚之外，我根本都做唔到咁多嘢，因為我唔可以真係傷害人類，所以就唯有由得啲宗教繼續講下我啦。講真，我最驚嘅呢，就係有朝一日地球會出現一個真正嘅思想家，當佢一出現嘅時候，人類就會獲得最偉大嘅真理，而呢個就係我俾你嘅第3條預言。好多人類都唔知，又或者唔相信，其實佢哋個大腦就係一個接收器，佢可以調整佢嘅頻率，接收嚟自宇宙嘅智慧嘅信號。人類可以將自己嘅願望變成現實，即係我哋講嘅吸引力法則。只要佢信自己係會有錢，現實就會轉變。你哋啲凡人一直以為禱告冇用，甚至用禱告嚟證明神係唔存在。希爾即時反駁：禱告當然係冇效啦，如果有效，一戰就唔會發生，經濟都唔會蕭條。你講大話。惡魔就同佢講：我冇呃你喎，禱告嘅全部都會實現，只不過大部分嘅人都係用錯方法咁解。佢哋通常都係喺所有手段都唔掂嘅時候先至會去禱告，結果令到大腦充滿住恐懼，最終害怕嘅事就真係會發生。真正嘅祈禱係應該要感恩上天賜予俾你嘅財富，係一種完全冇恐懼嘅感恩，深信自己會有錢，咁樣現實就會順理成章咁改變。即係話，如果你真係想你嘅禱告實現，你嘅祈禱入邊一定唔可以帶住恐懼。其實喺心理學入邊都已經證明咗，一個人只要深信某一件事會發生，佢嘅行為同埋態度都會無意識咁樣影響咗個環境，最終會令嗰件事成為真。呢個現象就係大家所謂嘅自我實現嘅預言。聽到呢度，大家會覺得呢一本書到底係真定還是假？究竟希爾係咪真係有同惡魔對話過呢？撇開究竟希爾嘅故事係真係假，其實書入邊有唔少嘅觀點都同我哋平時討論嘅吸引力法則有好多互相呼應嘅地方。如果唔信嘅朋友仔可以當係故事咁聽下。如果你聽完之後真係獲得一啲正能量，同時可以轉化你嘅思維，咁樣書入邊嘅價值先至係最重要。而書入邊令我最好奇嘅就係書入邊提到惡魔嘅第3條預言，一旦真正嘅思想家出現，人類就會證明原來思維真係有創造力，到時世界就會天翻地覆。咁究竟呢位真正嘅思想家會唔會就係我哋傳說入邊嘅東方聖人呢？講到呢度，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繼續聽呢一啲嘅故事，歡迎留言話俾我聽，我下次會再準備更加多嘅故事去同大家講。我哋下集見，拜拜。